的大埔南瓜35天之后长成巨无霸。林旺山形容像灰姑娘的悍马车，让人啧啧称奇。100公斤，100公斤的不是100公斤。有啊，这个真正有啊，这叫有重的呀。这真正摸它是有，它是100吨，100斤吧以上，真的。这个差不多就是40斤、40斤的。旁边的人都看傻了。真的、啊，这个里面这个最大。童话故事里的南瓜车，这里可以变出300-400种，像麦克风，像手榴弹，像香菇，像葫芦般超长的南瓜，还有来自大陆东北，这也是南瓜吗？啊，冬瓜也不像冬瓜，西瓜也不像西瓜，南瓜也不像南瓜，叫做黑子南瓜，叫做北瓜。超乎预期，有时不一定是坏事。原本种哈密瓜的林旺山，因为遇上产量锐减，改种观赏南瓜，意外吸引观光人潮。游客来都怎样讲？啊，头家啊，你啊种甲迄较歹，我讲歹，你就是要来看歹，啊，我种水你就袂来看。这个是真的哦，不是我老板在你家讲那个一个形容，真的，每人来知道，头家啊，你种迄那啊，拢话较歹，我讲歹就是你来看，对啦，我就是要来看歹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现在这边棚价比较低的，这边都是食用的吗？一半是可以食用，一半是观赏用的。哦，熟成后嘛？蒙蒙呀。哦，收成好不好？老板说还不错。把食用南瓜端上桌，整颗油炸的南瓜炸弹清甜不油腻，南瓜披萨尝得到水润口感，而南瓜牛奶、南瓜咖啡更有意想不到的风味。其貌不扬的南瓜在林旺山眼中好玩好吃，有着变化万千的趣味。也让他开展意想不到的事业。南瓜的异想世界颠覆了美丑的判断，只要有特色就有市场。俗省后某，萌萌哎，俗省后某，萌萌哎。